如果你係因為睇過我嘅試服專員或者講金銀嘅影片而第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 咧，呢條影片就係特別為你準備嘅。我想用3分鐘嘅時間同你介紹我個 channel 到底係講啲咩嘅。大家好，我係 Tim。大家 click 入我嘅 channel 嗰陣時咧，應該見到最頂嗰度有個 banner 啦，咁啊寫住4個篇章啦，分別就係開箱篇、分享篇、吹水篇同埋 Tim 神篇嘅。呢4個篇章究竟係乜東東咧？究竟係講啲咩嘅咧？依家我就同大家講解下。首先係開箱篇先啦，咁開箱篇就係我嘅主力嚟嘅，顧名思義就係開箱啦。咁我主要都係開箱 Pokemon 卡嘅，例如原盒啊、原包啊等等，試服專員都係喺呢個篇章入邊嘅。之後就係分享篇啦，分享篇呢，有睇過我嘅片嘅人都知道我係一個黃金白銀嘅實物投資者嚟嘅，咁我都持有咗佢哋好多年噶啦，咁亦都有時都會講下我嘅心態啊、我嘅意見啊、我嘅睇法等等，咁有時都會分享下其他好嘢同埋我啲收藏品嘅，咁有興趣呢方面嘅呢，就可以睇下我嘅分享篇啦。咁另外吹水篇啦，吹水篇就係談天說地嘅，任何嘢都可以講噶啦，例如社會時事啊，或者生活趣事啊，例如可能突然間有條片咁樣好爆咁樣，我可能都會講下嘅。例如之前講竹園村野豬嗰個事件啦，雖然就唔係好多 view，但係都係我嘅其中一個篇章嚟嘅。暫時都唔係咁多嘅呢類型嘅片，可能將來咧就會加多少少嘅。咁有興趣嘅就可以睇下吹水篇啦。咁最後就係 Tim 神篇啦。Tim 神篇咧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篇章嚟嘅。呢個篇章咧主要係圍繞住我自己嘅真實故事，發生過喺我身上嘅真實經歷。而我想透過呢個篇章咧，就帶出一啲 message 俾大家嘅。咁例如我有一次我隻狗就得咗一個好嚴重嘅病啦，成個過程點樣去令佢康復啦。又例如有時我會有啲靈異嘅經驗啊。咁我都會喺呢個篇章嗰度分享嘅，但係 Tim 神篇就比較要時間去製作啦。咁而家亦都係構思緊同製作緊，我希望可以盡快發佈我第一條嘅 Tim 神篇嘅片啦。咁我4個嘅 channel 都係獨立嘅，中意開箱嘅可以睇開箱篇，中意金銀分享篇嘅可以睇我分享篇，中意聽我吹水嘅可以睇吹水篇。咁 Tim 神篇就比較特別啦，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睇下支持下，咁呢個就係我 channel 嘅介紹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留意下我嘅 channel， 到時發佈第一時間大家就會收到通知噶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嘅 channel， 可以 subscribe 我，俾個 like 我，多謝大家支持，拜拜。